知色变的新闻狗仔，今天的主角却在一念之间决定转换跑道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他真的就从足下的鞋开创新的事业天地。这种时机啊，台湾做什么啊，都是有人在竞争的，变成成熟的国家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人家需要，但是又没有人做的事情。背负家人的不谅解，放弃媒体工作，转身从洗鞋开始创业。刷鞋机、烘干机，市面上通通买不到，全部得重新定制。想起我们小时候啊，我记得我妈常在我耳边就念一句话，像我把衣服破了就掉嘛。她说：“你做生意都要弄逼，你快来弄逼。”妈妈的叮咛变成创业动力，额头上的汗水擦干又淌下。余果栋不走回头路，因着客家人的勤俭，洗鞋大人相信，每天多洗一双鞋就能洗出一片天，圆梦并不会太远。爱勤俭莫浪费，爱勤俭莫浪费。唔好浪费，唔好浪费，还有比较常用的哦，唔好大送，唔好大送。